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4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开始，咱来关心立法院伫今仔日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民间团体伫昨昏就串联北中南，要遍地开火，用这款形式来表达人民的声音。伫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堂，昨暗就伫大礼拜堂举办活动，嘛声侪反对立法院扩权的民众去到威胁。有人是家己做标语、做看板，表达心声。我很热衷关心公共议题，所以才会想说，透过这次的参与，让我增进我对公共议题的了解。我自己要亲自去看，才能去了解说到底谁是对，谁是错。会不会回到戒严时期，很难说啊。因为今天如果一言不合，我们就被立法院的委员调去质询，这样不是很可怕吗？民间团体发起全台大串联，运动的名就号做“我藐视国会运动”。昨暗伫台南东门巴克里教堂有举办公民讲堂，因拢准备今仔日要伫立法院外口参加公民的抗争活动，反对国会滥权。真侪人有家己做道具、做标语来表达心声，更有人早10年前参加太阳花学运的时用的黄丝带，要搁一届反对立法院乌想，要维护公民的权利。来关心立法院国会这款法案，伫今仔日要继续审。国民党的立委伫昨暗就伫议场外口排队，也若抗议没收民主的民间团体嘛，已经申请到立法院附近的路权，要搁招民众搁一摆上街头抗争。另外，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件代志，爱随门就随应。目前呢，这条已经二读通过，民进党团即马拍算要提出释宪。总调关建明嘛讲，伫也无确定敢有符合宪法进程，赖清德是应该要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谢谢。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那个一起轮班嘛？因为又为了明天，我们可能党团要先讨论一下。民众党团总调毋过冲23透早到议场前关心透明轮班排队的国民党立委，因为立法院拜五有国会职权法案第3届大战，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讲，家己有接到线报，指控民进党党员误导，要对那边立委不利。我们要求警政署要全程保护52席所有在党的立委人身的安全。大家可以想想看看，吴思瑶我跟傅昆萁总召，谁看起来比较像黑道？民进党团讲，鲍坤基的讲法是无影无证，不过立法院进行集合抗议国会滥权的民团已经申请到周围的路权，要招民众搁再上街头。不过，民众党团先开记者会，驳回相关的法案并无扩权。台湾的国会这一次只是希望拿回本来残破不堪、根本不完备的调查权，其他的国家比我们大很多。若被党团提案，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爱随问随答，进程已经2读表决通过，和民进党团质疑违反宪法。总调郭建明表示，说来会对法案提出释宪，伫符合宪法进程，赖清德应该未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个讲法引起在野党的批评。这说假的呢？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对在野党摆出一副这么高傲、骄傲的一个态度，朝野怎么可以和解？到目前为止，他所回应只有一种，只有在合法合宪底下，他一定会乐意来。我不能代表赖总统回答任何问题，但是我相信赖总统他是宪法守护神，他自有他的判断与抉择。郭建明指出，赖清德为选前到上任，拢讲合法合宪，就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尊重赖总统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焦点来关心总统赖清德5日控都就职，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昨昏是以顶届台独的名义，宣布这2天要伫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军演，演习地点是包围全台湾，含外岛的金门、马祖这海域。总统赖清德伫昨下晡有去视察海军陆战队662旅，陪同当时去遐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国防部伫早起昨有开会，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嘛发出声明，针对中国单方面这款起无空的行为表示遗憾，嘛强调咱的国安团队国军拢有掌握，有在调守护国家的安全，请民众放心。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总统赖清德5日控制拄啊就职3天，中国不管美方的要求，也是相关台海紧张局势。强军东部战区宣布23、24伫台湾甲金马周边展开军演，强军强调是要顶改台独。演习区域挖近24海里的所在，挑战意识正重，咱国军甲海巡往哪做出反制，有造成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调整航向。海巡宜兰舰伫偏加苏西北风24海里，公布赶走强军，亦用好飞弹护卫舰。咱海军板桥军舰嘛，监控强军小型舰伫台海附近出现。不过，除了强舰，中国海警船往哪出动？中国海警14607、14509。23早起，海巡伫东引湖区监控到中国海警船进入限制水域，随赶走。这是中国海警5月第7届故意航入咱国离岛水域，毋但海面有兵力应对，空军新德基地的幻象战机往挂飞弹升空。面对中共向展开围台军演，强军海警总出动，国防部毋但发布影片，强调咱方避战无求战，应战袂闪战，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马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强军演习的状况。作战舰系派遣了15艘，海警船16艘，空中兵力的部分为33架进入我应变区。目前相关的海空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吁请国人不要误信了中共的认知作战，也不要转传中共希望在我们国内各社群媒体群组传散的这些讯息。统统怎么看中共发动联合军演？我们这是针对你的就职演说。总统赖清德23视察海军陆战队66里，视导实体军备加刺针飞弹设备，面对围台军演无做回应。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我们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表示，遗憾看到中国用军事挑战行为威胁台湾民主自由加区域和平稳定的现况。国安团队加国军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外交部呼吁中方行为爱理性，停止单方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要加理念瓦紧的友伴，强化合作关系，共同确保台海的现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即马长得军演，佮把咱台湾包围起来，这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日本就表示，日本会和美国和其他的盟国做伙向中国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也有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美国的印太副司令嘛有证实讲，解放军去年有捌入侵台湾的演习，演练封锁台湾海空域登陆反作战这内容，嘛强调讲，中国真正的攻击行为，毋是真赶紧的，嘛毋是无法度避免的。乌丘与东引岛周边，强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举行2天的宽大军演，附近的日本政府虽表达关心。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と伝えるとともに、米国をはじ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各国共通の立場として明確に発信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有专家认为，为这届军演的范围甲内容研判伫演练武力犯台作战的各阶段场景。美军自印太高级将领证实，强军去年就捌进行侵台演习。The PLA continues to exercise critical elements of potenti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Last year, they simulated a maritime and air blockade of the island. Subsequent exercises in this past year featured amphibious assault and counter-intervention operations. 美军印太副司令指出，需要认真看待习近平下令强军伫2027年前最好攻台的准备。不过，伊嘛强调，真正的攻击行动毋是随便拍，也是无法度避免。搁再声明，伫印太地区的冲突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是倒影台头一场行政议会透早 AIT 处长孙晓雅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罕见出现伫行政院，停留1点钟引起关心。他们原本就有旧式的纪连成政委这个做拜会，并且来恭喜他。开院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拜会，并且离开了行政院。在期间呢，并未与卓荣泰院长会面。行政院是表示 ，AIT 官员是拜会老朋友，捌担任陆军副司令的政委员桂连成无参加行政议会。外界讲，单位应该有牵涉到美方关心的全面防卫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咸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大地震是造成花莲的万英乡万里溪水头，也有秀林乡木瓜溪水头，即马有出现2窟积水湖。农业部的林业署昨昨有表示，经过调查，目前对水尾的自落未遂造成危害甲影响，严格伫水尾有活动，就爱细致，恐会有直接的影响。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是报讲美国的新闻集团，这个集团即马已经和美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 OpenAI 达成重大的内容授权协议，交易金额有可能会达到5年80亿台票。继续关心联合报，南韩的总统府办公室有对外宣布，中国、日本、南韩3边的峰会5月26甲27要伫首尔举办。让4当外，即马搁再一届举办峰会，打算会讨论经济，也有人员交流、数位化，也有灾害合作等等，会以重建稳定的局势当作对话重点。会议结束，嘛有可能会共同发布宣言。来关心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院区，一个姓杨的公务科长涉嫌假标案，拆做几若件10万块以下的小金额的采购案，被闪过公开上网招标，独立特定的业者。北检昨昏指挥调查局分3路去敲，嘛约谈这个姓杨的科长等3个人去做说明。有什么话想说吗？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的姓杨公务科长。挂嘴案行出北检，伊因为涉嫌贪污被约谈，事后伊被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同案被约谈的也有装修公司姓周的负责人。姓杨的公务科长，伫咧民国111年承办病院办公室设备太外修补的标案，甲总共30几万的采购案，拆做4件较小件的采购。每一件标案的金额拢压伫咧10万块以下，结果再互共一间装修厂商来承包，涉嫌意图规避政府采购法。这个姓杨的科长，因此涉嫌贪污治罪、加刑法刑事业务定在不实定罪。和平院区也做回应：我们全力配合，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力求勿枉勿纵。北检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分做3路搜查，姓杨的科长因为涉嫌贪污，互北检约谈。事后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同一个案件姓周的厂商也裁定1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教育部有在推动新宿舍计划2.0，要有关补助来改善学生宿舍的品质。严格基础团体和学者即嘛是表示，用学生去申请宿舍的数量来推算，颠倒是看不出来实际上的需求。台师大伫公馆校区起学生第2宿舍开17亿，2012年7月份落成了后，大小率为65%提升到95%。因为教育部2019年开始推动新宿舍的计划，2022年得到核定1亿7千万的补助。不过对大学这边来讲，政府认定学生宿舍是自强性的项目，未补助严禁工程或者是业务费，若要新起甲改建是真困难。希望这个部分就是补助的部分可以再帮我们再稍微支持加强一点，因为这个学校宿舍是自偿性，可能会面临到预算还是会偏不足。大学这边期待新宿舍计划2.0提高补助的金额。教育部表示，目前规划整修，每一层为4万字提高到5万字，也若新起的为8万字增加到10万字，利息补贴嘛延长。其实教育部会补助他们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也从过去的20年那提高到可以补助到30年。现在银行的利率都很低，然后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这种的趋势下，各个大学可能不容易因为只补助利息而会去新建新的宿舍。技术团体甲学生代表强调讲，目前以学生申请的数量来估算大学的需求有真大问题。教育部应该理清大学需求的数量，才当锁定优先的目标甲策略。因为实际上很多学校很多学生他不申请学校的宿舍，是因为学校本身有内规，可能大一才可以申请，或是本县市的不得申请，所以宿舍的申请数低。可是并不代表学生需要宿舍的需求还是低的。因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策略会延续到2.0，崔妈妈基金会表示，教育部袂当阁无要以学校专业人力补教。应该编专门的经费，支持大学甲业者合作，开拓适合学生睡的厝。记者综合报道。
学生宿舍这个问题，这几年因为基础正义的意识加悬，学生宿舍的品质和学生囡仔所处的权益，拢开始受到关心。目前大学的宿舍有的新的，有的旧的，若是较旧的，学生是认为有安全的疑虑。要毋过准讲若是起新的，随便看起来是真舒适，要毋过介绍是贵松松。西新区警厝顶因为水管漏水，环境淡落生出规片的青苔。这是台北大学台北校区的学生宿舍。大学生宿舍品质的问题，这几年因为大的正义意识提悬，受到注意。这位台北大学的学生讲，因的宿舍建筑已经有55年的历史，而且每一间是7平外住6个人，旧宿舍住起来是真无方便。但因为家己是外地人，考量经济压力，伊也是选择住伫咧宿舍。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地震。那最近04、03大地震，其实我们也是蛮有恐惧的啦。那第二个老旧建物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有很多壁癌，然后水管漏水。我们男生住是7.8坪住6个人，女生是7.1坪住6个人，半工半读就已经够累了，然后回去还要在一个这么狭小、这么拥挤的空间。若是想要住较大间的空间，部分学校的宿舍有提供套房的选择，比如讲世新大学这间今年才拄完工的校舍，内底亲像饭店的装潢，所有的设备拢新的，房间拢是套房，但是一个人住的套房一学期5个月要9万块，比起外口租厝更加贵，学生实话伤贵，负担不起。真的9万块太贵，就台北住宿外县市的学生来说，其实负担很大，所以应该还是会到附近找房子住，这样应该不会住学校的。旧宿舍建设歹，新宿舍阁伤贵，少年人到外县市读册，面对宿舍的问题，学生表示真正足无奈。学生嘛望教育部新宿舍2.0的计划，会当针对无同款的状况来做改善。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渐渐离开，但是咱台湾附近的水气同款有较高。咱同时来看温度。受水气的影响，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过昼了后是有局部短暂雷公雨。西半部的山区、东北部过昼了后，偶出现较大阵的雨水。温度的方面，气象署是有针对高雄、屏东发布高温的资讯。慢慢提醒讲，今仔日中昼左右，伫高雄也有屏东是出现高温黄色的灯号。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东部高温是27度至29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31度至34度，感受会感觉较热，尤其是高雄、屏东外面山区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乡亲若是有要伫户外，爱记得加啉水。这几天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也毋过今仔日方面就会豆豆离开。气象署是预估讲，对即马到礼拜雨水会愈来愈减。另外，伫菲律宾东南海域，即马有一个今年第一代热带性的低气压，这2天就可能会结做今年头一粒风台。也毋过气象署讲，看起来对咱台湾的影响无大。这几天台北市拢乌阴天，伫下班时间就开始落雷公雨。那上下班的人受影响，拜二伫立法院4区围抗议的民众也压甲当高高。拜五立法院搁在表决，可能搁有民众行上街头。气象署表示，风面已经豆豆离开，为即马开始到礼拜雨势会转好。明后2天主要都是锋面的远离，不过都还是有些水汽在通过，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都还是有些不定时的间歇雨势哦。不过午后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一点，各地都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在明天，在西半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地区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到礼拜天，天气上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南边海域有今年第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未来24至48点钟内，可能会结做今年头一个风台。估计续落来会往西北方向沿菲律宾吕宋岛上北，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大约是以西北方向贴着吕宋岛，之后转为东北方向朝向琉球海面前进，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要留意，在它北上的过程中，预计在下周1、周2，台湾可能会有东半部地区是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机会。虽然风台对台湾影响不大，但是气象署提醒民众，后礼拜有另外一波风面挖进台湾。后礼拜1开始，各地都有西北雨。后礼拜2、拜3影响上明显，若各地拢有阵雨、雷公雨，西半部可能大家有大水雨战急，要注意雨水可能露出灾情。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另外，咱来关心台中一群攻击事件的后续。这个姓洪的嫌犯，即嘛是依照杀人未遂这罪嫌犯上班。法院是认定伊伫犯案的时心智是正常的状态，即嘛已经甲伊裁定收押。也若针对犯案的动机，警方即嘛认为伊是随机犯案。伫咧台中一运举刀啊，乌白扑来姓洪的嫌犯，互警方依照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嫌来移送。经过检方复审了后，认定伊犯案的时阵甲犯案了后，拢心智正常，而且有可能会再犯，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台中地方法院审问了后，裁定羁押，无禁止接见也是通信。有逃亡之余，另一被告于犯案过程中随机杀人行为，亦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权衡本案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本院法官认确有羁押之必要。检方指出，比对相关的事情，就医甲用药的记录，佮考虑到嫌犯是事先就甲刀啊买好，早去台中大旅馆等等的行为，佮再加上嫌犯伫咧对答的时阵，拢未讲话无对同，所以认定伊犯案的时阵心智正常。因若收押伫咧看守所的头一天，所方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嘛无啥愿意配合。譬如说要做身体检查，他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检查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在整个一下子就引起情绪上的一个抗拒，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不作为。针对有风声咧传讲嫌犯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才会选伫咧台中犯案，希望会当引起关注。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嘛搁再强调嫌犯是随机犯案。根据6分局讯问的结果，并没有所谓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啊，没有这个部分，没有这一方面的因素。它是随机，是随机。他是随意的挑选，是。因那两个去互嫌犯抬着伤的民众，目前拢住伫咧一般的病房，状况拢真稳定，正在恢复当中。伤口没有感染，那最主要的是目前是伤口疼痛。疼痛的话，目前就是用止痛药来帮助他们减缓疼痛。一切目前伤势是稳定恢复中。院方表示，28岁姓柯的查甫人主要是伤着面，恢复的状况是真好。另外一位17岁姓卢的查某囡仔，按算爱1礼拜后才会当评估，敢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因若伫台北捷运即摆嘛引起使人惊吓的情形，这是昨昏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一直咧吸赖达，伊是背回讲伊是想要出去食薰，再甲赖达摕出来。因若按照规定，这捷运身躯顶是会使炸赖达，无毋对，啊毋过伫车厢内袂使用。你刚才拿打火机要做什么？这里面捷运站不能抽烟呢。穿条纹顶冠衫的查某人行出月台了后，随风拦查。原来几分钟前，伊的奇怪行为，互共车的乘客真紧张。各大社群媒体拢有发文提醒坐帮南线一定要注意安全。网友讲，这个查某人伫日暗时9点外是出现伫中孝敦化站，入去车厢了后，就一直伫遐点赖达。虽然讲无火，但是一直有点火的声。市区内的民众发现伊真奇怪，拢较紧换去别个车厢。敢若查某人的头前有一个查某乘客无去注意，三角搁差一点互赖达用着。发文的民众走过去甲提醒，搁甲人诱去隔壁车厢。这个查某人煞额头目睭一直青，就对因行过去。这时阵拄好捷运到站啊，这查某人就落车。网友看伊离开啊，就较紧通报站务员。捷警接获旅客反映后，立即前往处理。经上前询问，男子表示是要自出口抽烟，所以将打火机拿在手上。警方接到通报，就伫咧中孝复兴站找到人，就算早赖达无违法，但是台北捷运回应讲，车厢内禁止使用，若是行为是严重妨碍行车，还是别人的安全，会当照台中捷运法相关罚100万。没有看到出比较严重的状况之前，也不会怎么样，可能还是观察一下。还是会觉得有点危险吧，可能还是远离一下比较好。台中捷运才发现随机降坡的案件，即马台北捷运嘛有状况，一寡民众坐车难免是搁较细致。其实捷运这种互人惊吓的案件过去是不时会出现，嘛有人摕番茄仔水是哪行哪钻，嘛有人伫车厢甲佚佗穿摕出来，互乘客到站了后是惊甲世界撞。伫捷运甲刀仔摕出来的情形嘛一直发生，捷运的安全是应该安怎强化？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先前过滤嘛，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带一个武器。如果可能的话，你可能每个车厢都要有人去巡啊。台北捷运有规定危险物是袂当走去伫车顶，但是民众只要藏伫卡网内面，警察嘛讲无啥有法度发现，讲莫讲这物件根本就无伫管制名单内面。捷运安全的管控到底安怎才会当完全防护？莫互这种事件搁再发生，嘛得考验相关单位。记者综合报道。
在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墨西哥6月初2要举行总统大选，即马候选人拢在走行程邮票。第2日暗时发生竞选活动的悲剧，这是总统候选人阿尔瓦雷兹伊去参加造势活动，到一半时是汹汹透强风，甲规个舞台拢掀倒去。阿尔瓦雷兹伊本人是无代志，毋过现场包括一个囡仔在内，计共有9个人死亡，121个人受伤。民调即马排第3的总统候选人阿尔瓦雷兹的竞选活动进行到一半，却突然间透风，舞台先出一边，尾啊规个倒来。现场参加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是惊甲哪走哪滑。阿尔瓦雷兹是好加在闪开，不过现场是造成重大死伤。Vi muchos árboles caídos y en un tiempo tan breve. Ni siquiera hay una tormenta o hay una lluvia que esté. Ustedes ven cómo está la ciudad. Es verdaderamente atípico lo que sucedió. 意外地点省立杭州的健康官员讲，真侪受伤的人是头壳被焊着，头骨断去，有人情形正严重。今日候选人加总统欧布拉多拢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州长贾西亚警告讲，这个地区会有正强的暴风雨，警方甲官员正伫咧处理善后。No hay ni una necesidad de salir. Las siguientes 2 horas. 意外发生伫咧选举区的高峰，已经进入上尾的倒算阶段，真侪所在拢有造势活动。不过除了这种天灾意外，竞选活动也有真侪恐怖的代志，包括有20几位地方公职的候选人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洛西亚各具高阶重领红掠去，即马一个是陆军的副参谋总长沙马林，伊23时是因为伊大规模讲收乌西钱，即马互军事法庭收押。即马是俄罗斯第4个国防部的高层，因为贪污的关系红掠去，恐惊会互上当判15年的有期徒刑。俄罗斯媒体23报道，军事法庭下令逮捕陆军副参谋总长沙马林中将，理由是伊涉嫌大规模收乌西钱。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多以来对军事领导阶层进行的大动作改造，也是世界各大第4位被逮捕的国防部高层。Борьба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 эт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это не кампания, э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должающаяся работа. Это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их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По деталям я ничего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ибо не имею на это полномочия. 这项指控相当会当判15年。不过，克林姆林宫否认正伫咧对俄国的高阶军官进行检索行动。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月正解除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改由在京官僚出身的前副总理贝洛索夫接。BBC 报道，这件代志伫咧1年前，俄国的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批评俄军的高层腐败无能，就让看到线索。路透社认为，俄军伫咧过去几个月点前线有进展。普京想要借这个机会通证经济资源，支援前线战争，并且消除军中的腐败，也有浪费资源。因为俄乌战争也搁伫咧拍。挪威司法部23表示，将进一步限缩5籍旅客入境。挪威是北约成员国，加俄罗斯伫北极圈相接，边境有要到200公里。自2022年开始限缩合法5籍的旅客签证，以后除了探亲以外，俄国人恐惊完全拢无法度入境到挪威。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写。继续关心以巴冲突也未结束。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因日是对外表示，因要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以色列是真无欢喜，所以召回这3个国家的大赛。另外，伫去年10月初7，互哈马斯掠去的以色列查某兵，因的家属即马有公开因的影像。民众即马是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爱赶紧把人救回来。يا كلاب والله لا ندعس عليكم يا كلاب ولك اخواتنا ماتوا من وراكم وانا لن اخذكم كلكم 几个互哈马斯辅导的以色列查某兵的家属，日是公布人质的影像，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办法，互因会当转来。影片内面是出现7个互辅导的查某兵，因双手拢互绑在后壁，面和身躯拢有血，不时互哈马斯骂和驾驶，处境是真危险。Someone who speak English. Okay. Please, what? This station, please.
这段影片上开始是哈马斯发布的，以色列军方有假过，已经摆在上互人惊到的画面。影片翕了已经经过200多天，7个查某兵，1个人疯救转来，1个无命，阁有5个人唔知影是生还是死。总理纳坦雅胡坚持要战斗到消灭哈马斯，真正的家属是烦恼亲人无法度活到迄当阵，女性阁有可能受到性暴力。因日在耶路撒冷和泰拉维夫各一摆举行抗议活动，甲政府施压，希望政府甲救人的代志做上大声。像是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3国，日前是宣布讲会伫2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这是3国伫协商了后做伙做的决定，希望互以巴问题会当对2国解决的方案去推进。这个宣誓虽然讲互人真意外，但是一寡欧盟国家几礼拜来是一直在讨论承认巴勒斯坦的可能性。3 is still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Nothing will change today or tomorrow. But it could be significant if this starts a trend and if more states were to follow in the coming days, weeks and months. 巴勒斯坦对这3国的决定是表示欢迎，以色列是随调回驻3国的大使。当未承认巴勒斯坦，就是鼓励含送礼物和恐怖主义。目前联合国193个国家内面有143国是承认巴勒斯坦，比例已经超过2/3。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北韩的官方媒体即马是报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掌权6环13年了后，即马伊的相是头届出现伫重要的场合，和伊的老爸金正日和伊的阿公金日成摆做伙。南韩即马是分析讲，这有可能是金正恩想要来强调金氏王朝血脉，另外嘛想要来建立家己的威权，也佫有推动个人崇拜。金正恩日伊是来到平壤一间劳动党的党校主持员工剪彩的仪式，受到热烈的欢迎。学校的建筑顶悬是有做伙挂伊和因老爸金正日和阿公金日成的像，这嘛是金氏3代的领导人第一摆做伙伫北韩的官方媒体出现。这金氏3代的像，毋但是做伙出现伫学校的外壁，入去教室、黑板顶悬同款有挂3个人的像。过去伫劳动党集会重要场合出现北韩领导人的像，无啥物稀奇。但是3个人共款是真罕的看，南韩的专家解读讲，这是因为金正恩最近是面对压力，想要来强化个人的领导权威。I think it came as a big burden when he made a statement that said that in North Korea's polic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unification. Because you try to erase the footprints of the predecessors,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金正恩今年1月参加最高人民会议的时阵，捌做出重大宣示，伊毋但是谴责南韩和美国造成区域紧张，同时两韩已经无可能去和解，也是和平统一，佮提议透过修宪，甲南韩列作是第1号的敌对国。了后随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甲代表统一门拆掉，等于是违背白族的威权。分析认为讲，金正恩可能是想要透过大橡皮的政治，表达金氏王朝毁灭修成未忘本的信息。He wants to portray, impart this message that it's not like he's going to eliminate footprints, heritages of his predecessors. Rather, he cherishes the accomplishments, achievements that his predecessors made. 南韩统一部是推测讲，金正恩当在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会而且去观察这种真罕的看的状况。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对台军演，这是引起国际媒体关心。欧盟有发表声明，反对以武力也是恐吓也是威胁的方式单方面来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嘛用粗鲁来形容北京的行动，嘛要求中国爱有站责。继续关心7大工业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会议已经起过啊！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伫会议进前是呼吁各国爱形成明确而且团结的阵线，结做一道反对中国的壁，来对抗中国伫关键绿色科技这方面产能伤过济问题。继续关心捷克总统帕维尔办公室对外表示，总统骑奥多麦受伤啊，加载伤势无介严重，即马当伫病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是表示，伊是伫体育场的赛道受伤的，并毋是交通事故出车祸。
在镜头转来，咱国内上新的消息，咱来去立法院。今仔日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发条要搁继续表决。透早立法院议场一开门的时，立委就冲入去内底，甚至搁发生查某立委相拍。也若伫外口，嘛有民间团体号召民众伫现场，要关心法案审理的状况。咱即马就赶紧连线，互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带咱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观众朋友，早，观众朋友对今来关心这个立法院的状况。透早7点，立法院议场一开门，是有一立法委员就相继入去占位，先甲因手头的布条，也有一手板等等，拢摕去内底占位。咱来看议场来上新的状况。虽然即马看起来真平静，不过伫透早的时是有立法委员烧化口号，甚至是烧拍的情形。不过即马已经小可冷静落来。啊，那来看立法院外口的状况，即马这记者前面立法院外口的青岛东路这边，会使看到台北市区是已经开始落雨了。伫个车路这两边布棚已经拢打好势，雨也已经开始排啊，已经有一寡民众来到现场，透早就来占声。发起行动的民间团体透早伫补助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做工课，伫舞台顶的荧幕会转播议场来上新的状况，还有现场参与行动的民众会使到阵来看。即马立法院边仔这条青岛东路已经拢封起来交通管制，另外一边的济南路也封起来交通管制，无法度赛车、骑车经过。当咧上班上课时间有经过这附近的民众，就要加注意。即马现场人丁也无济，现场的警察阵地已经拢准备好势。有啥物上新的状况，公司台记者会伫现场继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即马甲画面交通气候点样平？多谢碧君，咱继续来关心高雄市的社会主体凯旋青秋。去年7月份开放予民众会当直接洗厝，也毋过也未一年咧，社会主体即马互批评问题了了。除了讲这厝会漏水，也有民众嘛反映讲内底的烟雾感应器伤过敏感，毋管是煮饭洗身躯水烟伤大就会痒，洗身躯洗伤芳嘛袂使，安尼嘛会弹。住户讲因已经反映规半冬啊，也毋过市府拢无要来改善。火灾警报一直响，过1阵仔才停。高雄这间上新的社会主体，因为警报器伤过敏感，毋若煮饭有油烟会痒。大楼进前有公告，讲侦测烟的警报会痒，是因为洗身液伤芳，这互住户感觉真无奈。住户表示讲，警报1个月会痒2-3摆，上惊讲若真正有火烧，大家煞毋知影爱倒生。这些沐浴乳太香啊，怎么觉得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啊！消防车有来，然后之后就是频率蛮多的，可是它都很快就会结束了。留那个黄黄的，阮是用面纸去给它擦，袂臭啦。啊，阮是惊讲迄是啥物货咯？这间凯旋青秋去年完工了后，3500几户申请，敢若7%抽会到。不过大无一冬，议员批评问题一大堆，住户反映当外，市府拢无改善。亲像火灾警报咧叫，物业公司无法度连面禁掉，也阁有便所排水设计了无好，水会溢出来，嘛爱住户家己处理。干湿分离，但是洗身躯洗吼嘛，无到3分钟，水就会规个拢流出来。啊，像这款的问题，其实咱的这个都发局拖了要1冬啊。近期也将邀集这个消防局跟消防设备施工会来协助进行这个社区全面的这个消防检测。其实，这栋大楼今年4月捌出现落雨的时阵，住户爬楼梯也爱行雨伞的状况，目前拢总有241户。都发局表示讲，未来可聘物业公司改善硬体设备。议员是建议市府爱成立大楼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才会当知影住户的心声。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在镜头来中华来关心，即马受小型化影响，中华县伫去年8月时停办大城乡的潭墘国小，不过当地民众是造成反废校联名的自救会，因认为县府违法废校，目前正在进行行政诉讼。监察院伫5月2日的时嘛，针对废校通过纠正案，认为县政府无照停事违反停事正义，而且嘛无做好社会沟通。
大城乡的潭墘国小校门口已经换上特色游学中心的名，因为少子化影响，彰化县政府去年8月停办潭墘国小，当地居民坐解抗议废校的决定。监察院调查了后认为，彰化县政府无照停事行，违反停事正义，无做好社会沟通，通过纠正案。针对彰化县，我感觉讲伊的这个停办的程序非常的这个较粗暴啦吼。无互即个在地即个人民反映着因充分去表达着因的即个意见来协商来协调，最后将最后手段采用废校，毋是就是照即个程序应该来做。监察院报告指出，彰化县政府2020年到2023年4年的时间，就停办大城乡3间国校啊。尤其停办潭墘学校这案的专案报告评估，公听会违反停事正义。当地居民嘛组成反废校联盟自救会，认为废校影响学生的受教权，全校了后学生爱提早出门，交通风险提悬等等，毋望会当用分校的方式保留潭墘国校啊。目前由公益律师协助提出行政诉讼。对证据看到，彰化县政府伫111年12月9号的专案评估会议，他没有邀请地方人士，也没有邀请家长，更没有邀请学生，这个就很不符合他们原本的规范了。咱就是要求讲，爱甲县府废校这个公告撤销。因为阮遮咪拢无囡仔，想要赶废校，阮够20-30个啊，连续4年废3校。这是足无符合公平正义的。面对监察院纠正，彰化县府统一发新闻稿回应，表示遗憾，强调停办学校的停事一切依法办理，有办公听会参地方沟通，大部分的家长拢接受就学补助方案。也那自救会提出的行政诉讼已经进入司法的停事，律师表示，若司法无法度救济成功，无排除行宪法法庭提出释宪。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台中。台中种无骨感的面积是咱全国第一。今年台中市农业局特别找专家来举办评鉴活动，希望会当提升这柑仔的品质，嘛建立台中无骨感的品牌名声。这个吃起来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专家照无骨感的外形、气味、肉质、甲甜度等等，正斟酌咧评分。台中市农业局今年办无骨感评鉴活动，计共有60组农民报名参加。去年开花期的时候碰到干旱，所以后面的干旱就是会让它外观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它干旱了以后果皮就是没有那么漂亮。农业局表示，台中市种无骨感的面积差不多598公顷，是全国第一，年产量11000吨。无骨感肉质软骨把水，芳开高是伊上大的特色。农业局讲，虽罔受到去年气候影响，今年无骨感较歹看头，产量嘛较少，也毋过说甜度较甜。今年平均甜度拢有12度以上。今年我们这样吃起来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风味啊。是比以前浓郁有一些果品，它的回甘性非常强所以这个在平衡上面，糖酸的平衡是比往年都要来得好。台中市农业局强调，无骨感较会牵咧运输，嘛较会控制，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提升农民种无骨感的品质，建立台中市无骨感优质的品牌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去云林大溪有一个少年农民，伊号做林碧贤，伊是发挥少年家的创意，结合网络行销，起一间西瓜幼儿园，互大家会当替西瓜来号名，而且嘛用影像来记录西瓜安怎大汉。捌听过幼儿园有西瓜班，毋过西瓜嘛有幼儿园，阁是头一摆看到。云林大溪有一位青年农民林碧贤，为台北赶来到故乡种田，伊透过社群媒体来分享西瓜的成长过程，甚至阁发挥创意，打造出西瓜幼儿园，开放民众领养西瓜，替西瓜号名。等到要收档的时，才阁互这个西瓜家长亲身来办。我来云林大概半年左右。我朋友对农村的生活都很好奇，然后刚好我种西瓜，我就会常发我的限动啊，就是 Instagram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它的生长过程，我就想说，那干脆就办一个，我来帮你们养，然后你们
就是你们之后再来自己取这个活动这样子。林佩贤透过翕相、录影片来记录每一粒西瓜的成长，嘛提供予大家观察家己的西瓜囝。伊嘛会分享到家己的社群网页，用影片的方式来行销农村的生活，互更较侪人了解种田的工课，认捌大西乡在地产业。我有创一个 IG 叫做西部农场，你只要搜寻，然后私讯我，然后就可以帮你代养西瓜。我一个人收一株就是收400块，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就是来这边田里面，然后自己采西瓜，然后带回去，然后顺便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这样。这批西瓜伫咧5月中的时，已经有邀请西瓜友邻的家长来采收啊。透过这种特别的种菜模式，除了互民众会当体验一日农村生活，嘛互愈侪人会当来大西乡行踏佚佗。记者综合报道。那说来，这就是真正幼儿园啊！这是嘉义梅山的瑞丰国小附设幼儿园，这是偏远的学校。为着要互囡仔自细汉讲台语，幼稚园是向中央申請台語浸水式教學計劃，結合在地產業的特色來出版教材，互囡仔哪學台語，哪認捌故鄉。食飯的時間，幼兒園的教室幫台語囡仔講影片。囡仔哪食哪聽，這是梅山鄉瑞豐國小幼兒園，是特殊偏遠的學校。為了要讓囡仔自細漢就講台語，學校向國教署申請浸水式的台語教學計劃。那計劃裡面呢，有包含一些教具、教材和圖書設備的設置增加，可以提供小朋友在學習的過程有更多豐富的教材和設備資源等等可以使用。除了平常時讓囡仔有接觸台語的機會，幼兒園佫結合在地產業的特色，用地文化配合台語文出版教材，讓囡仔佇學台語的過程當中，嘛認捌家己的故鄉。我會講故事啊，讓囡仔聽台語的歌，啊嘛會教因互相講台語。學校的部分甲家庭的部分互相安尼去做互補的部分的話，對小朋友來講，加深印象是有加分的。幼兒園表示，佇瑞豐遮主要使用語言攏是台語較濟，透過浸水式的教學環境，家長認為安尼真好。不管佇厝內也是佇學校，攏替囡仔創造一個全台語的生活環境，讓囡仔會當自然講母語。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敬拜伫曉熱的時，就有真濟夏令營。即馬有劇團佇今年8月份的時嘛，專門設計要互國校啊高年級的學生囡仔參加的人權歷史夏令營。要帶這囡仔做伙去國家人權博物館、國家檔案局這所在去聽導覽、聽故事、聽音樂，要用無同款的方式，互囡仔做伙來認捌咱台灣的民主和人權的議題。有人講伊愛介意食咖啡，有人講伊電腦拍字這毋是電腦，是用拍字機。營隊帶囡仔參觀展覽用基金會，看當年內容自焚的現場，了解台灣追求言論自由的故事。這是樂利亞劇團舊年辦的營隊，因為今年暑假因原來要為囡仔辦人權歷史夏令營。這班阮想要講更較濟台灣人物的故事，也是講民主的過程，希望吼較大漢的囡仔會當思考，去甲共年歲人交朋友，做伙討論安尼。樂利亞劇團今年暑假打算要帶囡仔做伙去國家人權博物館、國家檔案局等等聽導覽，嘛透過繪本、音樂、各有戲劇的方式，帶囡仔了解地方文史、白色恐怖和民主發展的過程所發生的濟人權的故事。阮會帶因去足濟無共款的所在，頭拄仔已經有講嘛，過來就是阮嘛有找我有一個好歌手的朋友，迄個時陣因為伊常常用人權。放佇伊個作品內底，我嘛請因來現場，甲大家分享講伊是安怎思考。目前團隊也正在討論活動實際要安怎進行，希望夏令營毋是干那趣味就好。因認為10外歲囡仔已經攏有法度參與深度的思考活動啊。今年人權歷史夏令營打算要邀請10歲至12歲囡仔來參加，希望和囡仔做伙來認捌台灣的民主和人權議題。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到今年是35週年，民間團體是各一擺以六四做主題舉辦展覽，嘛舉辦暗會。今年毋但要關心天安門事件，嘛要探討香港這幾年失去的民主，也閣有中國即馬霸權的現狀。
一个主动战车继续赛的坦克人相片，和艺术家用鲜白的色水重新呈现。今年6月初4是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关心人权的 NGO 团体举办展览，还有纪念晚会，和世界关注人权议题。64呢，早就走出从单纯关心中国民主的问题，从那个民族主义的角度我们早就摆脱了这个枷锁或者这个窠臼。我们现在是从普世价值，然后邀请全球关心中国霸权扩张的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公民团体，共同到我们的自由广场到自由的台湾，共同来维护人类这个拼搏几个世纪以来的普世价值。这个当咧中正纪念堂举办的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的艺术展览，收集台湾、中国、香港等等来自世界各地18个艺术家的作品，有画作、影像，各批评中国伫64天安门发动镇压的铁路条这款雕刻品。讨论的议题也为64天安门出发，延伸到香港反国安法这款人权运动，以多元的手法讨论各款人权议题。在香港回归之后，在大陆政权之下所受到的现况，以及他们过去曾经发生的过事情，以及现在我们台湾经历了转型正义，然后以及做到的事情，透过艺术家比较敏锐的观察度，他可以去将一些作品、一些当下事件的一些情绪，或是藉由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另外，今年64事件35周年，这民间团体6月初4会伫自由广场做伙举办纪念晚会。为东港下晡2点开始，会有民主基地的电影放映、民主市集、摆蜡烛这个活动，要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来看世界第2大七头米的制造商美泰尔，第22日时对外宣布讲，伊要推出美国职业网球查某选手的一个激将9个查某运动员的芭比红仔，希望要来鼓励女性积极投入运动领域。头底拍网球砸日头的帽仔，手阁摕网球杯，摕去7座大满贯女单冠军的职业网球女选手大卫连斯，手摕一个不管是穿插还是外形，拢含家己是完全相同的 Barbie 乌银鸟啊，是欢喜甲笑甲嘴拢无法度合啊。I mean, there's moments in life that you can't even dream abou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made as a Barbie doll. This is amazing. It's crazy. Yeah. That's so nice. Literally looks just like mine. 澳洲的查某脚球员弗勒嘛，一直学了讲有够厉害，天生就有白化病含严重视力障碍的西班牙帕拉铁人3项运动员罗德里奎，除了摕到含家己真相同的 Barbie 乌银鸟以外，还有伊上好的伙伴杜王肯。Espero que las niñas cuando nos vean juntas a mí y a mi muñeca Barbie vean en ello un ejemplo de alguien que pese a tener pues unas ciertas dificultades que a priori van a poner algunas cosas muy difíciles, mediante el trabajo, el esfuerzo y sobre todo la confianza en ti misma, puedes lograr muchas de esas metas que en principio pues pueden parecer difíciles de conseguir. We are very proud to honor sportswomen who are really breaking boundaries in their fields. We are sharing their stories, we are sharing how they got there.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波兰电竞运动员斯沃波达尔因啊，连身躯顶车的道拢含伊共款。下个7头米的制造商美泰日宣布推出9个有名查某运动员芭比因啊，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的体操选手安德拉兹和莫内罗，加拿大脚球员辛克莱尔，法国博士的好手莫塞利和意大利体育游泳运动员佩拉格里尼等等，鼓励女性投入体育。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天气报道在，同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1度。外岛21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